嗱，好多人咧就話長毛咧就成日去蘭桂坊溝女嚇，佢以前啊冇收入嘅，即係04年做咗立法會議員就發達啦，有幾廿萬一個月。嗱，我而家都話俾大家聽，而家有一班叫做副局長及政治助理，最少人工個13萬，最多個23萬，佢話入嚟學嘢嘅啫，呢班仆街。17個裏邊有9個係外國人嚟嘅，你唔揭發佢咧，佢都唔講嚇。咁呢筆唔講住啦。做立法會議員個份人工得5萬幾蚊，嗰10幾萬咧就係實報實銷嗰啲津貼，就唔係你落袋，係要請伙計幫你跟嗰啲 case， 有寫字樓要交租、燈油火油。實際上係攞5萬幾蚊，係全世界人工最低嘅代議士，因為呢個英國嘅傳統。舊陣時就冇民選嘅議員，全部都係委任嗰啲叫 unofficial member 非官守議員，全部都係有錢佬嚟嘅，唔係匯豐銀行大班就馬會主席，係嘛？大家都記得啦，年紀大啲嗰啲係嘛？未有民選立法會議員之前，咁佢哋使乜攞人工啫？咁呢個傳統又一路落到嚟回歸之後都係咁，所以啲立法會議員前面就加一個英文字 HON， 叫做尊貴的立法會議員。就5萬幾，做一個政治助理嗰條友28歲，喺大學裏邊攞3萬蚊人工，而家13萬。做一個立法會議員，如果你係全職嘅，好似卿姐，好似陳偉業，好似梁國雄，4個辦事處10幾個伙計，係嘛？你係自己貼錢都唔得掂。長毛係唯一一個立法會議員，唔係攞晒嗰5萬幾人工。5萬幾人工政府俾佢，佢攞15000蚊，因為佢住喺啟業邨公共屋邨。佢選立法會議員嘅時候有個承諾，我攞到呢份人工，我要攞4萬蚊出嚟做一個抗爭基金，幫啲弱勢嘅人。呢筆抗爭基金而家滾存咗幾廿萬攞嚟俾佢選舉，但係佢而家爭政府160萬。各位朋友，呢個就係長毛，所以唔好聽人噏，話佢而家發達啦，真係溝鬼妹，溝鬼妹咁點啊？佢未結婚，大佬溝6件都得啦，啱唔啱啊？但係佢一個月得15000蚊，佢係食2包煙，飲2支啤酒係咁多嘢啦。呢一個咁嘅立法會議員，每日24小時除咗瞓覺，就全部就係為民請命去示威。除咗示威，仲要坐喺個立法會開會。有啲人話：我睇到電視啊，佢都係嘈完就行出嚟，唔使開會啊！你老味，你睇到嗰個鏡頭啫嘛，跟住嗰啲你睇唔到嘛。下一步佢翻返嚟入嚟開會㗎嘛，所以。傳媒佢又唔會報導我哋啲嘢，你長毛立法會講嗰啲真真正正同政府喺度拗嘢嗰啲，佢又唔會報導，係嘛？你睇咗《蘋果日報》全部都公民黨嘅，啱唔啱啊？點會報導你啫？佢哋嫌我哋乞衣啊，嗰啲靚仔啊，嗰啲有水啊，各位朋友，所以長毛係值得我哋尊重嘅。我識咗佢咁多年，大佬佢做咗立法會議員，佢都冇腐化，佢唔同啲有錢佬埋堆，佢唔會去食飯，啲局長請佢食飯，佢唔會去。有一次范徐麗泰請佢，請我，請阿陳偉業，佢都唔到。OK， 各位朋友，佢就係一個咁嘅人，佢係大聲，佢係串，但係你政府點對待佢呢？上次去四川20個立法會議員，有5個冇回鄉證，俾1次過嘅證佢，去到機場叫長毛翻轉頭。話四川啲災民唔歡迎佢，你老味四川啲災民識佢咩？一個13億人口大國，幾千萬黨員嘅政府，推協到咁樣，一長毛你都驚。呢個又係曾蔭權喺度搞事，晨早就知道佢冇得去，但係點都等你去機場先，早啲講費事俾你借題發揮。呢個咁嘅曾蔭權奸到冇人有，不過呢啲奸出面冇乜用，我哋一定踢爆佢。我哋拉住啊！各位朋友。大陸唔俾佢去四川賑災都唔俾佢，就係呢件衫係要着徹查豆渣工程，開放研究講禁，咁係咩事啊？有冇叫你平反6·4？後來原來發現佢仲驚你，即係講豆腐渣工程多過你講6·4啊，大佬！6·4啲人唔記得啊，豆腐渣工程嗰啲人係受害者，見到長毛跪喺你面前咁啊仆街啦，都唔知點樣收貨，所以唔俾你去。好啦，習近平嚟香港，佢哋禮拜5去大陸去四川嗰班議員，講到呢度我仲興。有5條友冇回鄉證嘅，一個叫楊森，一個叫李永達，一個叫李卓人，另外一個涂謹申，再嚟就係呢條友，佢
冇回鄉證，係唔俾你去啊嘛，嗰幾個都冇啊嘛，臨時都掹翻你轉頭，嗰4條友拍下佢膊頭，拜拜，我上機啦，你老味真係幾冇義氣啊呢啲人。如果你真係民主派夠撲嘅，長毛冇得去，我哋唔去，啱唔啱？照去，照去啊！好啦，翻到嚟，杜太話要立法會撥款100億，幫助四川重建，我哋話得，你俾100億四川先揞150億俾我哋先。喂，你翻江燈籠照遠唔照近啊？手指咬出唔咬入啊？啱唔啱啊？我哋香港捐咗26億去大陸，你知唔知啊？全世界啊，論人口比例啊，香港人捐最多錢啦。你再嚟話我100億，後尾咪20億咯，20億長毛照贊成，仲要俾公民黨喐，公民黨可唔可以契弟投棄權票？夠膽你投反對票啊？投棄權票，鬼鬼祟祟係嘛？長毛認為你既然揞咗85億出嚟扶貧，我就俾20億你，下鋪你再嚟攞20億咧，就唔該你將上邊嗰20億嗰條數交咗出嚟先，係咪好合理啊？幫啲同胞啊嘛，啱唔啱啊？邊個愛國得我哋啊？結果大陸都唔翻得，大陸都唔翻得都唔緊要，咪唔翻啦！費事有機會俾人捉佢叫雞係嘛？唔翻啦！習近平嚟香港，曾蔭權請食飯，港島6星級酒店香格里拉，郭學連嘅酒店，長毛係立法會議員，係陪客，主客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，陪客就係啲行政會議成員同埋立法會議員同埋嗰啲。即係新商巨賈李嘉誠啊、李兆基嗰啲全部有份啦，係咪？接近權貴嗰啲就梗係呢啲有錢佬啦，歷來都係官商勾結啦，共產黨都係啦，而家真係凄涼啦，啱唔啱啊？除咗毛澤東時代唔係啫，係嘛？長毛揸住張請柬，今次佢去食飯咯，行到門口，啲保安同佢講：梁議員唔好意思，今天不准你踏入香格里拉半步。喂，佢係客人嚟喎，嗰張請帖係你行政長官俾佢嗰啲咁家產，係嘛？跟住又叫啲保安唔俾佢入喎。舊陣時咧，啲領導人嚟香港咧，就梗有人問我嘅，長毛會搞啲咩啊？賈慶林、吳邦國、胡錦濤、溫家寶都嚟過香港，我都問我嘅啲人，長毛玩咩嘢啊？咁我話長毛都例牌㗎啦，俾人抬出去㗎啦。次次食飯就安排到冇雷公咁遠咧，好似富士桑拿嗰度咁樣，就擺咗長毛喺度。跟住咧，習近平喺呢度，你話嗌啦，佢點聽到啫？係嘛？以前就咁嘅，你一起身4個支科就撳住你，跟住就抬你出門口，根本就發生咩事都冇人知嘅，你明唔明啊？以前咁樣請長毛食飯，呢鑊乾手淨腳直情唔俾你入，四川唔俾你去，飯唔俾你食。就係話俾香港人聽，冇選呢條契弟啊，冇用嘅。大陸啊唔俾佢嚟，連飯都唔俾佢食啊。但係有良知嘅香港人，